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預言。喺上次嘅影片裏邊呢，同大家分享咗算命基本要知道嘅嘢。而今次呢，同埋之後嘅影片呢，都會同大家講下各大算命法嘅噃。首先呢，就係最多人算命嘅時候呢，算命師傅呢都會用嘅八字算命。八字呢，其實係根據命主嘅出生年月日時，列出呢每一項所屬嘅五行，再以五行相生相克嘅理論去推斷命主各方面嘅運勢，包括首先呢，就會知道你嘅性格特質啦，例如你係火爆型啊，定係你係冷靜型啊，你本身呢係好好動嘅，定係呢一個嘅好靜嘅，都可以喺八字裏邊睇到嘅噃。第二呢，就係睇到你嘅事業財運啊，你係適合打工啊，定係做老闆啦，同埋咧你有冇橫財命啦，甚至乎咧你係適合做啲咩職業啦，同埋咧你係轉工啦，會唔會轉工啦？你同老細之間嘅關係咧都可以睇到嘅。第三咧就係感情婚姻啦，你係桃花好旺啦，定係咧你咧就係單身命啦？仲有咧就係你會唔會同老公咧？會唔會感情會長久啦？有冇呢一個嘅離婚嘅機會大啦？會唔會有小三啦？都可以睇到個噃。第四咧就係健康狀況啦。你咧先天咧有邊啲器官咧就要小心啲咧。你會呢一個嘅咩時候咧容易咧呢一個出現大病啊？成日要做手術啊，或者係進出醫院啊，都可以睇到個噃。第五就係流年運勢啦。流年運勢咧就真係睇每一年嘅，每一年你好唔好運啊嗰一年，同埋咧大運流年就可以話俾你知咧，你邊一年咧要搏殺，你邊一年咧就要低調啲啦，要小心啲啦。仲有就係貴人少人喎，例如話係邊個會幫你，邊個會害你，又或者一啲官非特別蠢嘅年份咧都可以幫你睇到嘅。第七咧就係子女緣分啦，你生仔或者生女嘅機會會大啲啊，仔女會唔會孝順你啊，同你夾唔夾啦，仔女將來讀書叻唔叻啦，仔女嘅性格咧其實都可以睇到個噃。除咗以上之外咧，亦都係仲有風水方位啊，適合嘅行業啊，甚至咧移民運都可以睇到嘅。仲有就係你適合嘅呢一個嘅幸運嘅數字啊，適合嘅顏色啊，都可以喺八字裏邊度睇到嘅噃。好啦，今次咧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下次咧我哋會講另一個咧好多人用嘅算命法就係紫微斗數啦。咁下條片再同大家傾啦，拜拜。如果咧你想知道更加多咧命理上面得意嘅嘢咧，就咧歡迎你哋咧訂閱咧預言說命運啊！祝大家咧訂閱預言好運連連啦〜